早晨啊，我係阿 Sam，做運動嘅時間啦喎。今日我哋改善寒背嚇，尤其是中上背嘅寒背啊。坐喺度嘅時候咧，偏前少少坐啦，做運動嘅基本姿勢，雙腳咧微微分開，跟住伸直腰放鬆，呢啲都係好基本嘅嘢嚇。好，開始啦喎。好，兩隻手咧叉腰先，跟住咬後嘅手踭，跟住挺身，呢個第一個啦。OK， 好啦，跟住放翻鬆，雙手喺後邊。輕輕扶住張凳，然後咧我哋挺身喎，自己挺身啦，今次就跟住相反凹翻落去，再挺，心口挺出嚟，好似喺呢個位置咧壓落去揦住，跟住挺上嚟啦，呢啲位置嚇，跟住凹落去，個膊頭可以輔助協助一下，跟住挺身，個頭唔使特登仰高啊，耷低嘅唔使嘅，嚟多次啦，自己主動咧將佢凹。同埋突啦，OK 嚇。如果你認為平衡到嘅，你可以揾手咧就係咁樣，呢個推去前邊，跟住打開來回做都得嘅，OK 嚇，大動作啲咁解嘅啫。好啦，第二個動作咯，我哋兩隻手咧就係放出嚟先，跟住旋個手掌，即係旋個前臂或者係手臂啦，總言之就係旋到去下邊嘅位置，跟住翻嚟，再嚟多次。嗱，兩隻手你見到咧，佢就好似蹬直咗啦，係咪？好，放翻鬆先。第二個角度咯喎，側邊啊兩邊啊伸出去先，同頭先一樣喎屈手掌即係咁樣 ，OK 手指向天花板，然後就旋啦。嗱，你留意我膊頭咯喎，哦，唔同咗咯，係咪？我隻手已經係轉到咁噶啦，已經喺嗰度，係咪？兩隻手一齊做下，一齊跟住做咯喎，用啲啲咁多嘅力，好，回一回，再嚟多次。哦，咁樣係咪好，跟住放翻鬆落翻嚟第三個角度同一個動作好，兩隻手垂低，跟住屈腕，手指指住前邊即係我而家係咁嘅狀態好，跟住旋腕啦，旋手臂，手指可以指到後邊啦，再指後啲啦，咁你會發覺咧，個姿勢又唔同咗啦，係咪即係佢被挺身啦，已經係咪？OK 呢個係改善寒背啦，唔好耷低頭，唔好伸咗去前面個頭咁樣。好啦，放鬆，再嚟多次咯喎，旋轉，係啦我隻手咧就咁樣旋咗喺後邊啦，已經係咪？一齊做咯跟住深呼吸嘅唔可以閉氣OK， 好，放翻鬆，OK， 呢啲係舒緩動作嚟嘅，OK 聽朝我哋會繼續出片，繼續做運動啦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